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一日剃头，三日烟头。意思是讲，一日剃头会使维持3天的烟头。事实嘛是安尼，头毛甲剃剃的，人看起来嘛加真抽凊甲清爽，别人看了嘛较有好印象。像即摆天气哪来哪热，头毛若要小整理一下，规个人嘛感觉真压杂。这句俗语嘛捌有人滚笑讲：一日剃头，三日剪头。会妨安尼讲，这反说是因为去剃头店，互加了无介意，也是互别人感觉奇怪，就会用较激的话来讲声笑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